選擇入嘅戰隊就係直情已經係現成 KOL 嘅質素啦。好彩索家軍冇臨時叛變啊！覺得勁嘅我都有信心搶到嘅。入嚟嘅成績可能已經麻麻地嘅，但係了解到已經唔係喎，佢有潛力喎。入到我都係冇咁開心啊！其實你哋冇乜機會贏。喺2017年嘅時候呢，我就見到公司嘅股價嘭嘭聲咁升，我就決定辭職。與其做佢員工，不如做佢股東。做咗今次嘅大會嘅，炒得起亦紅得起嘅最勁嘅買入信號，直至到揸到今日呢個年份，佢嘅升嘅倍數已經係超出晒所有嘅預期。GNI 匯金生還者經歷咗海選、初選同埋今日嘅精英賽，最後12強請準備上台。我哋有請我哋4位嘅導師準備舉牌，數3聲請舉牌。我都未數3聲。我太想要啦！準備1、2、3。點解你想揀佢？哎呀，鄭老師揀你仲哎呀咁大膽，你想點先？佢係我哋索家軍個創會成員嘅喎。叫你長腳咯，咩時候？令到鄭廣復老師血壓高嘅 Sapper， 男仔頭有1個名額，索羅斯亦都有1個名額。請我哋評判團舉牌，1、2、3。夠新鮮啦！但係我勸你鄭老師嗰組，佢高血壓，你搞到佢唔好難為老人家。